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我是金子。半场总算结束着，这个2日天整个吃力的，来都又发出来着。那么今朝呢，出去吃一顿，庆祝一下。去沙场花木冯玉记，以前冯玉记走脱中浪向，下半日就关门着，现在夜里向了还有点菜着。去尝尝看啊，就多个手帮菜米蛋的很。今天还特地叫了一个粉丝，就是这位刘姐。刘姐要不要打个招呼？第一次夜里向来冯玉记。你订个百姓啊，冯玉领个服务是没闲话讲，人分手所以来。夜里向菜个菜单，大家看看那哈，没菜过100块个菜。你好，您这边点的话是蟹粉烩豆腐，然后一个本帮鳝肉上火。等上菜，卫生问题最严谨，大家看看那个后厨几好干净。老板讲欢迎大家来监督，看看那个下水蛋上亮。搞猪吧，上菜的，看看那个花人。刘姐吃吧，吃吧，你先吃。你都先看啊，2位女士优先。冯玉这个手帮菜，真的难的。刘姐，你是徐州人，吃得惯手帮菜吗？好吃，很鲜。第2杂菜，虾粉地筋。能啊。美中不足，假使一个蛋面能够走，所以更加嗨着。虾粉豆腐来着，爱吃虾粉豆腐，粉丝谁吃？你都吃海子，你都吃海子吗？那么我吃。你在哪哈？弟弟吃块虾粉豆腐啊！我也吃了，香芋手哦。老板娘跟我讲，现在夜里向点菜，基本上除脱松鼠桂500，其他手帮菜基本上侪有。香芋手哦，贝叶与姜丝。总算收菜来着。哦，还是厨房间这个菜的声音好像那样，呲啦，摘了3你吃个菜呀。咸肉冬瓜汤来了啊！哦，咸肉冬瓜汤。今次我们菜齐了。朋友们吃海子，应该来讲，那个手帮菜的味道是相当正宗。我相信啊，冯玉记一只包子杀9年过后，肯定能够像得少个楼、送少个楼，你到这个变成烂包子的。你大家拭目以待。这只视频就带给大家，等到再会，拜拜。